接着，我们来看口语测验。散文朗读的部分，在开始朗读题目的散文前，会有1分钟时间来做准备。这时，我们要先找出文章中的客家特征词，并且要注意入声字、合唇音等发音要正确，一个字要发一个音，不要加也不要减。最后就是题目给什么字就念什么音，不要自己转换成同义字来念。这几个原则把握好后，就可以顺畅有节奏的朗读出来了。比如这一题，请注意客家特征词。每初一家的空天，爱亮了晚暗的时务，拢就开18占散行路的习惯，先耍两样加样。同一项也是柔日出啦无空旷的风景。柔日拜，让初真多人提出业样机，翕毛血，爱嘛行过去头脑热。原来是唔识得打风风时段，留空做手。拄好是豆马和豆棍交办的时间，豆棍含出村前来的豆苗屑，慢豆马被切开做村，唔识豆豆马切开一年，爱心外分众，有时务半点钟侬也无见来。历史豆苗是头探探，里样加样。亲像小主望唔得也爱，较紧进来看看。甲款的种食材真新鲜，爱人嘛头饿，吃酿豆苗，心肝底吃香。豆马样子也唔见，豆苗同饿坏啊！爱人配出豆苗头蒙蒙，大家等豆马含冲进来。有一个路过的阿爸，上爱日豆，真见是热情昂豆，大家酿豆苗。以上图大家图的，只是口语测验散文朗读的题型。一个词，一个人，清清楚楚，加上面头念对好，相信大家拢会拥有真好的成绩。